人哋就叻啊，淨係問人家啫，自己唔問啊。咁所以集中你嘅神經之後咧，你嘅3點精氣神嘅配合集中喺個頭殼頂之後，呢度佢會集中中心、微中心佢集中，咁集中捲嚟咬牙。幾時嘅心動亂咧，你嘅電靈未合一嘅時候咧，就用意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初做5分，只等到5分，咁啊第二日就6分，一路加鐘數落去，最多15分鐘，咁12。你打坐打得耐啊，呢度高啊！你側得耐，呢度高噶，就證明你嘅電靈，你嘅身裏嘅電靈會集中喺呢一出點喺呢度，喺微中心嘅出點。幾次口水滿嘅時候，向呢邊吞，等佢冇續。初就解散裏邊嘅業力，佢些少激動，但係自己要勤力啲，一日做少少，做下佢會集中，就健康啦。呢個動作對初步嘅訓練，俾個神經越嚟越安定。頭嗰6個月，第一呢個方法就叫做法輪照明，魂魄相會。所以初咧，個人修道啊，冇個忍耐性，所以訓練呢個方法俾你清理個肝火，而之後6個月後先至靜坐得，令你5臟不通，心肝腎不通，靜坐得舒服。所以先要訓練
頭先個方法我塞住加瞓喺度運氣，呢個運氣嘅方法可以解化一切嘅風濕，同埋勤力一日做咗2次呢，個人啊一路善翻，個肝火唔會升高，精神越嚟越好，好瞓呢。有好多人失眠，做呢2個動作之後，佢可以瞓得好好。咁加我起手1到12，捲嚟咬牙，意念正味中心注意嘅肚臍，魂魄交合，魂滿肚，放出計1下，2下。3下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計1格啦。我哋咁運氣有咩作用？帶嘅氧氣入去5臟，然之後到11下，又係咁運，手腳放鬆，咁啊一路咁減到10下，減到9下。減到8下，減到7下，減到6下，減到5下，減到4下，減到3下，減到2下，減到1下，0。實習上邊2個方法6個月之後，自己感覺得5臟舒服，一路減少個脾氣輕鬆之後，可以靜坐。靜坐之前都係念咁樣上邊嗰句，然之後塞耳之後運氣，坐喺度運氣，腰直捲嚟咬牙嘅意念滿肚臍、滿心口、滿頭部，唔好食飽運氣，空肚運氣。佢有咩雜念，只有意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一心一意意念南無阿彌陀佛，解化一切嘅苦難。滿肚臍、滿心口、滿頭部，嗰啲正氣，天地配合嘅正氣逼滿之後放散出嚟，個肚捏晒，計1下。
起時面向頭殼頂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意念放出嚟吸晒，索翻入去輕輕逼滿肚臍，滿心口，滿頭部，放出嚟。第二下啦，第三下啦。幾下啦，第五下啦，第六下啦。之後靜坐入定，教自己坐度瞓覺，一樣寂寞。佢有咩雜念念佛解散一切，用意念念佛，隨你坐到幾多分鐘坐，一路加5分、6分、7分、8分，或初嗰啲人坐得最多5分，第二日就6分，一路加，或者個禮拜加分，到年尾就坐得幾個鐘頭。入定嘅時候，注意眉中心一點嗰點發光出嚟就係牟尼珠啦，就你嘅聖胎啊，原理嘅聖胎啊，佢一點光就一點光就一路注意嗰點光，一路點光放出。越遠越學多啲道，學多呢個宇宙嘅震動，學多個人靈發展，見學所有全世界嘅情況，但係自己只有學識做，靜中唔能夠講出俾人知自己學到乜嘢好乜嘢，一路進到自己平均嘅時候先講道俾世間人。講現實事實，我所得到，就影響其他嗰啲人繼續改革嘅本身，益於人類，冇害於人類。每次收得高嘅時候，坐得幾個鐘頭嘅時候，就去
學嘢學到，你嘅心靈越嚟越升高，學到嗰時候先明白觀音所傳。自己不嬲都唔明白，唔作得詩，原理解唔通，家突然間可以解通晒一切，屬於自然。所學者就無字之經，一路化解一切嘅。人生有個腦，自然嘅電腦發展都無窮。不經邪魔，原理靈魂行到無生之原理，一切嘅邪魔佢自己會散，自己唔使逼，唔使害佢，影響其他嘅人，引育最高嘅引育嚟影響其他嘅人。靜坐你做咩嘢？靜坐你俾啲安樂。清淨牟尼珠先至佛，牟尼珠就係你自己嘅聖態，永久不滅。得道就可以拜佛見佛，佛可處嘅原理俾自己覺悟一切。靜坐得幾個鐘頭之後，感覺世間冇難事，百忍成金是太和。難解又解唔到，不通嘅就難。靜坐清淨慈悲發現，慈悲之心發光嘅時候，乜嘢難都冇，無罪無福，只有所得嘅原理施捨俾人間，講事實俾人知道，有天堂，有地獄，有仙境，實習之人自得，唔使灰心。世間嘅假境仲引到人，何況天嘅真境？天嘅真境就解通晒你嘅心情。靜坐之後，心自通啊，一切嘅通啊，嘅人緣都改變晒，彩數都不同。念佛多，頭部開，日夜都同仙佛嘅生活，冇向世間競爭，向世界競爭就毀滅自己嘅心靈，到世間上升就培養自己嘅心靈越嚟越升華越高超。最好能夠靜坐嚟瞓覺，越嚟越輕，你個頭部嗰啲電散得上去，和合到呢個宇宙嘅精波同埋清光，光住諸佛光照你嘅時候，自己嘅頭越上高嘅坐直，越嚟越高，越輕越輕越輕。你舊時降生落世間咧，就紅塵吸收，紅塵絕你個靈魂喺度機體。間你集中得到個平穩嘅靈魂嘅時候咧，個靈魂就脫離得自己本身，先至知道自己個家鄉係
永久不滅。佛之心人人有，佛就係成功嘅稱為佛。佛就講人間肯修個個都會變佛，放咗個業障都會變佛。想放個業障，你應該要點樣？要原諒，原諒一切嘅一切，自己錯冇人錯，先至改革到一個環境，變好唔會變壞。做到夠之後，先至放佢墊喺個頭部，掃喺嗰邊，夾隻耳仔36處。有幾年嘅訓練，你隻耳朵越嚟越長，同埋個所有人生嘅穴位喺晒隻耳，個掹掹下咧，健康恢復好多。然後手俾啲血脈中掃下啲腳板。咁樣都得。樣樣都要整36下，掃下個膝頭哥36下。掃嗰隻手指18，36下，咁啊手輕啊，即係個神步，又係36下。訓練一條脷。俾你個口水線訓練口水線神經線，口嘅神經活定活力活動翻。
舒服啦，人好舒服啦。上腦舒服啲。咁已經揼啦，佢打落去個腦個繩啊！撳頭部嘅神經。俾你自己運行你嘅血脈、降血壓，同埋可以醫得嘅治病、心血行通。幾個月mấy cũng幾chục cực chỉ cũng như vậy ngà ngao ngà chuyến đề sáu cũng như hậu pin chuẩn cố每次整到300下就好好啦，好舒服。捲脷咬牙，口氣平常，直望，眼望。cái gì抽起個肛門，咁樣整法有300下，個人好舒服。一樣捲脷眼口牙。各方法都係俾大家運行個血脈，肢體健康，冇嘢嗰啲加插嘅運動。
拜，一拜俾父，拜俾我，就俾你個動作俾你嘅身體。一拜俾父，一拜俾我。50下咁樣，每一次拜要拜50下，俾五臟運行好。50下，身就好舒服㗎，飆汗。有好多人初50下，朝早50下，中午50下，晚黑50下，佢變咗好健康，好健康，行路好輕，食嘢好開胃，好瞓好食。
多啲道，學多呢個宇宙嘅震動，學多個人靈發展，見學所有全世界嘅事幹，但係自己只有學識做，靜中唔能夠講出俾人知自己學到乜嘢好乜嘢。一路漸到自己平均嘅時候，先講道俾世間人，講現實事實我所得到，嚟影響其他嗰啲人繼續改革嘅本身，益於人類，冇害於人類。每次收得高嘅時候，坐得幾個鐘頭嘅時候，就去學嘢學到你嘅聲靈越嚟越升高，學到嗰時候先明白觀音所傳，自己不嬲都唔明白，唔作得詩，原理解唔通，家突然間可以解通晒一切，屬於意義。受學者就無字之經，一路化解一切嘅。人生有個腦，就自然嘅電腦發展到無窮，不經邪魔，原理靈魂行到無生之原理，一切嘅邪魔佢自己會散，自己唔使逼，唔使害佢，影響其他嘅人，引育最高嘅引育嚟影響其他嘅人。靜坐嚟做咩嘢？靜坐嚟俾啲安樂、清淨。牟尼珠先至佛，牟尼珠就係你自己嘅聖態，永久不滅。得道就可以拜佛、見佛，佛所處嘅原理俾自己覺悟一切。靜坐咗幾個鐘頭之後，感覺世間冇難事，百忍成今時太和。難解又解唔到，不通嘅就難。靜坐清淨慈悲發現，慈悲之心發光嘅時候，乜嘢難都冇，無罪無福，只有所得嘅原理施捨俾人間，講事實俾人知道，有天堂，有地獄。有仙境，實踐之人易得，唔使灰心。世間嘅假境仲引到人，何況天嘅真境？天嘅真境就解通晒你嘅心情，靜坐之後心自通啊，一切嘅通啊，嘅人緣都改變晒，彩數都不同。念佛多，頭部開，日夜都同仙佛嘅生活。冇向世間競爭，向世界競爭就毀滅自己嘅心靈。度世間上升，
就培養自己嘅心靈越嚟越升華越高超。最好能夠靜坐嚟瞓覺，越嚟越輕，你嘅頭部嗰啲電散得上去，和合到呢個宇宙嘅聲波同埋清光諸佛光照你嘅時候，自己嘅頭部越上高嘅坐直，越嚟越高，越輕越輕越輕。你舊時降生落世間咧，就紅塵吸收，紅塵接你嘅靈魂喺個機體。但你集中得到個平穩嘅靈魂嘅時候咧，個靈魂就脫離得自己本身，先至知道自己個家鄉係何在，永久不滅。佛之心人人有，佛就係成功嘅稱為佛。佛就講人間肯修，個個都會變佛；放咗個業障，就會變佛。想放個業障，你應該要點樣？要原諒，原諒一切嘅一切，自己錯冇人錯，先改革到呢個環境，變好唔會變壞。坐到夠之後，先放個電喺個頭部，掃喺嗰邊，夾隻耳仔36處。有幾年嘅訓練，你隻耳朵越嚟越長，同埋個所有人生嘅穴位喺晒隻耳，個掹掹下咧，健康恢復好多。練一手，俾啲血脈通，掃下啲腳板。做咁樣都得。樣樣都要整36下，掃下個膝頭哥36下。掃開隻手指18。36下，咁啊手輕啊，捽喺個神部，又係36下。
分了一條脷。俾你個口水腺分裂口水腺神經線，口嘅神經活力活動翻。好舒服啦，人好舒服啦。上腦舒服啲。咁樣揼啦，佢打落個腦個繩啊！撳頭部嘅神經。俾你自己運行你嘅血脈，降血壓，同埋可以醫得嘅治病，心血行通，幾個月mấy cũng幾chục cực kỳ cũng như vậy, ngà ngà chuyến đề sau cũng như hậu pin trần cố每次整到300下就好好啦，好舒服，軟膩硬咬牙，口氣平常，直望，眼望。
嘅意思嘅意抽起個肛門。咁樣整法有300下，個人好舒服。一樣捲你眼好嘛？各方法都係俾大家運行個血脈，機體健康，冇嘢嗰啲加插嘅運動。要拜，一拜俾父，拜俾母，就俾你個動作俾你嘅身體。一拜俾父，一拜俾母。50下咁樣，每一次拜要拜50下，俾5臟運行好。50下，身就好舒服㗎，飆汗。有好多人初50下，朝早50下，中午50下，晚黑50下，佢變咗好健康，好健康，行路好輕，食嘢好開胃，好瞓好食。